对啊，民进党高雄市长、台南市长、甲嘉义县长党内初选，对今日开始到1月17要做电话民调。早起投口啊，确定是由高雄拍头阵，包括区议员柯志杰、赖瑞良、林岱华这些现任的立委，就去拼党内初选。下暗6点开始做民调，到底是啥人会出来选高雄市长？1月13中昼进前会公布结果。 候选人徛伫车顶，双手对路边的民众一直压。民进党对12到17要进行高雄、台南、嘉义县市长的党内初选民调。12起过这天抽口啊，由高雄来拍头阵。4位参选的现任立委拢把握时间来拜票。其中区议员伫咧黄泽甲吴派吉的陪同下，用车队伫咧3名后山拜票。柯志杰是伫咧太太陪同下，伫高山来拜托民众支持。林岱华加头毛用新造型来宣示家己的决心。啊，那赖瑞良是由济议员的陪同。 选伫基丁前地来设计邮票。今天当选，明天马上可以上工。好，所以要拜托市民朋友，今天晚上帮赖瑞隆固电话，守住赖瑞隆，守住高雄。固电话，挺岱华市长唯一支持林岱华。拜托市民朋友帮我固电话，扫街拜票，社群分享，陆战空战多管齐发。 我会努力到最后一刻，就是今天晚上哦，有可能1个晚上就会做完了，所以要请所有支持意营的好朋友，务必要在家里接电话。相对民进党初选选战正热，已经得到国民党定调参选高雄市长的瓜志温，是用轻松的态度，翕影片大文的面册来考试对手。到民进党电话，哪要回答谁啊？因为他们有4个候选人选不出来，那你觉得这种时候要选谁啊？你当然就是说，这4个人如果不是你的选项的话，你当然要讲说唯一支持柯志恩。好，民进党中央党部表示，电话民调对12下暗6点做到10点半，只要做出来有效的建本，达到1200份。加长工早起10点半就会公布结果。同时，也抽出东港是台南还是嘉义要进行电话民调。记者柯家做高超阳高阳长报道。